你妈来了。我妈？快调胎！对呀，好，这。开个条件，跟你换个人。谁呀？罗强。白头哥，丁哥是不是还没跟你说啊？我拜托我妈咪去找丁哥，不然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妈咪？我妈咪是台北市好几家酒店跟车行的老板。真的哦？大带伊是哩啦，见面拍摊的吼，拢等阮啊，还有啊，酸的干、菜干，还种菜吼，拢做好的啦，要等阮也是。佮全当好吼，迄东西唔拉死几海吼，唔都做得用起的东西啊。算啦，没有做下啦，还有哦，大家做的变的东西提防东西啦，迄个东西带唔落去啦。哦，安尼咩？唔过啊，无人老唔洗丈夫咧。 啊！佮太顺是去引落去的蔬菜，啊，人家丈夫唔拉做啊，错吗？嘿啦哥，你就带点啦，我还没安心嘛。好啦，妈，卖带练啦，不过阮着放心啦，卖电话平安转啦。阿公啊，也本身较稳啦，不过唔系很潇洒，唔见老爸，唔好突然严家，对冇？妈会知啦。 蔡警官，阿嫂，阿公要出门诶。系啊，罗妈妈，俺要来送罗大哥出门了。有好意思咧，俺要麻烦蔡警官很多事情的呀。讲咁麻烦，阿公要去照船，俺喺度一定要来送的啦。先问蔡警官啦，错了，俺爸多麻烦你照顾哦。唔是客气啊，偏偏他家就隔8年3嘅，要互相照顾。 错呀，阿乔，你要好好照顾妈，莫照顾妈事。对啦。蔡警官，美女，俺妈就麻烦你了。阿妹，阿送阿哥出去啦，唔好笑的啦。好啦，唔好艰苦的啦，阿哥。 咱们莫卖鬼卖怪啊！好好照顾妈，对吗？对啦。送到俩都好嘞，同事讲的。讲行好啊，黑怪对哦。对啦。对哦。好啦，保重啊，哥。 阿
乖。好，你唔係約9點鐘，嗰種朋友連時間觀念都冇。你真囉嗦咧，哪去接靈魂啊？哎，美女，你還忙是這，搞個錢你買啊？肉麻，真肉麻，唔兩啥，我冇想講啊。你又冇想講啊？哦，你就同情我一下好嗎？像我一家人啊，多一下還是孤家寡人，一個說要去接女朋友哈，一個說擔心女朋友的肚子餓不餓，你們吶，會不會關心一下我的心情呢？關心，當然關心。所以我和小羅剛跑去買早餐，才會晚到的嘛。來，那女的，這樣還差不多啊。來，每個都有一個。好吧，那我們出發吧。上次我們約在這裡啊，小羅都沒有來，今天總算5個人都湊齊啦，烤肉成功！耶！出發！這個是啦。朋友，你的心會人生如同海岸線。昨天晚上徹夜失眠。乾杯！一年更愛。啊，然後阿潘老乖，都會靠太學嚟啦。美女，我咪做先生咧。靈魂咧，一開始學講客話咧。哎呀，離開學校，咩離開葡萄？阿強啊，離開學校吼，還做得夠轉去啊！離開葡萄啊，係出得慶祝嘅事情啊！故說吼，應該夢想破滅咧，真唔出得慶祝，應該哀悼。嗬，我想到葡萄都唔咩按傻批嘅，這太實際。真實面還係本眼裏人掉，善良人士都唔掉。你係善良人士哦？哎，當然啦，男人不壞，女人不愛啊！我就係鐵善良，真係貓王三人組嘅唯一隻單身狗。是，我拜託你趕快變壞吧，不然就一直聽你講什麼女朋友怎麼樣的。對啊，好像他沒交女朋友，都是我們的錯哎。阿強啊，老乖，你個從頭攞來發大團體呢？哎呦，阿潘啊，你見拜吼都該講T1、T2、T3啦，我大拜堂到你講T2哦，我手底啊，後背全部係FIFA啊。我從來吼都唔講FIFA啊，誒，那貓王三人組啲杯度啊，FIFA 最多誒，係老怪啊。誒，沙下來吼，我係講你哋去吧，唔准攞嚟大團體咯。係冇人哋話，貓王做乜嘅？可以人做貓王啊？你正確的答案是來自於他的英文名字 Elvis Aaron Presley。他是出生在美國南方小鎮，所以南方的歌迷昵稱 Elvis 為 The Hillbilly Cat。至於貓王裡面的王呢，是因為他在搖滾樂界的地位被統稱為 The King，所以華人把 Elvis Aaron Presley 簡稱叫做貓王。厲害呢，呵，很強啊噴哦，來睇下老噴，搭笑啊！幾阿潘？哎，你叫啲人按槍哦，下禮拜都冇主角說。好啦。你們三個還真有趣哎。哎，所以我們三個才湊在一起，叫做貓王三人組啊。哎，不過你們三個雖然之前天天都在一起，我看你們也沒有互相影響啊。怎麼會沒有？我們3個人只有我離開學校啊。
他们2个还留在学校里面准备联考，不是吗？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，今天就算是我的毕业典礼好了。好不好？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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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，我们拍个照吧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！快，你那边。准备好了没？等一下，快快快！好。1、2、3。过生日啊！总动你心中意。阿妹，你都敢请目街咯？请正多啊！哎，我放落你食的吼，我上头咧请东西啦。呀，唔系咩？阮同事砸店啊。哎呦，昨天食的哦。嗯。哎呀，等真哦。哎，还看吼，我迄带地落雨较悬，暗黑暗烧迄烧啦。啊，我东西看天来食吼，我清清楚楚，我说村啊，有哪一度的呢？唉，也落雨较悬啦。阿妹啊，梗系人目习惯啦，也会吼，他讲咩较通风啊，你查东西吼咩较强爽嘛，那会唔好呢？嘿，毋过我同伊只隔壁连衫拢唔舒适，啊，而头牌的连衫又轻艳啊，我都要穿一点眼搭嘴骨吼，我穿无方便啊。唔系时常转去做事咩？然后阿少会记得大嘴骨含啦。咁无强用啊！我意思係講吼，我同伊只隔壁連衫，只一支穿都無方便，唔掂嘛？我講吼，迄唔盼的落雨，然後記得有連沙係嘛？真唔係。阿強啊，那個支付啊，用好嘅哦。哎，唔記傳行做事啊，嘛個倒的啊，貨啊，較生意啊，冇出爽嘅哦，吼。唔會啦，我係做外場服務生，唔是去做下啦。係啊，好啊。哎，阿強啊，你公司的支付看上去來動獎哦，無像個傳統做事用嘅啊。有。係啊。迄也最流行嘅呢，按你去做些哦，還能上個獎呢，真有質感呢，像係安尼啊。老廿八強用，愛本價個嘢。我講呢，迄又較好笑啦。基隆市新式嘅傳統，一間一間緊開，從來冇談過嘅意大利麵啦、牛排、調酒、花茶，全部走出來。傳統也裝潢嘅一間比一間較排場，對外場服務生嘅要求也當高。相信呢，一隻是傳統嘅條路，就係我第三隻條路。認真想，我咩算係聽得到時代嘅人，時行物嘅就做物嘅。
走吧，上车。怎么这么久啊？喂，我骑脚踏车哎，又不是公车，这样很快了啦。不管，你就是我的专用公车哎，太慢到站我就要投诉。投诉？你跟谁投诉？公车处啊？我会去找罗妈妈，看你还敢不敢嚣张。哎呀，怕了你了，快上车吧，我还要去上班呢。好了，走了。哎，我真服了你，放着舒服的大轿车不坐，骗你妈说去坐公车，其实跑来折磨我。你不觉得坐那种大轿车上课很奇怪吗？况且这破脚踏车我是很喜欢啊，挺舒服的，还有的靠。哎，说真的，害你跟我一样办休学，我真的对不起。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妈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让我当老师，她只想要送我出国，我去补英文，她最开心了。你要出国啊？对啊，不然干嘛天天去补讨厌的英文课啊？哦，对了，我和美女约了一天，说要去餐厅找你啊。美女？嗯。她不用陪阿潘做最后联考的冲刺吗？上吊也是要喘口气的，总要休息的嘛。哦，好，那我就一定请厨房做特别招待。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。好，到了。这世界上干嘛有英文啊？既然那么讨厌，就别进去喽。不行啦，这是我答应妈咪的交换条件。不然你跟我一起去上课好了。No，I'm busy。好啦，你伸头也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快进去吧。好啦，好想跟你去上班哦。亲一个。那我上课喽。哎，文良。哎，你朋友啊？小罗，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？嗯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阿雄说，小姐说是要自己坐公车，但是每次都罗强来接她。我看不出这小子有什么好，真以为自己在演小姐与流氓吗？带他来见我。是。三位午安，这是我们的 menu。今天的午餐特餐有 A、B 套餐2种哦，请参考一下。你刚跑去哪里了？我都没有看到你。我今天其实是负责吧台的，看到你来我才跑出来的。哇，你冲勇哦！呀，迄阿盘很硬啦本嘅，佢讲爱靠大方做唔得糖啊，首先加本唔糖咯。Thank you 啊，那你猫王啊，唔是参加联考哦，就2种给好处啦。这位先生是，我怎么觉得你好面熟哦？他叫做钟文良。哎，你上次送我上课的时候，应该有看到他。文良，他是我男朋友罗强。你叫他小罗就可以了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好，明芬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尽量点。今天我请客。哦，真大方哎。不用了，又没多少钱，要欠人情，很不划算。没关系啦，谁请客都无所谓。
我来介绍一下今天菜单好了。我们餐厅最有名的就是牛排，你可以点中午特餐的套餐，也可以单点哦。哇，这每个看起来都好好吃哦，我每个都好想点哦。不然我们一人点一样来分啊。哈？好，那你们就 A、B 套餐各一个。先生呢？你们的牛排有哪个部位啊？我们有沙拉、菲力，还有牛小排。有没有肋眼啊？我们没有肋眼。哦，看起来也不是太高级，那随便吧，来个菲力牛排。哦，好，那3位请稍等一下。等我一下啊。这里的餐看起来真的很普通，下次呢带你去吃真正的牛排小统一，那才是真正的美食。小统一我吃过了啦，可是这里我没有吃过哎。对啊，而且有小罗在啊，食物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啦，一定好吃的啊，对不对？当然。谢谢光临。哎，林芬，你想去哪？不如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蔡小姐有没有兴趣？一起啊？哦，不用了啦，你们去看就好了。我想要走段路散散步。正好哎，我刚刚吃太饱了，我也想走一走，我们一起。谢谢你的好意了。拜拜。刚有边在，有些话我都没问你哦。现在你可要从实招来。你看阿潘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情况啦？哪有什么特别进展啊？那为什么每次中午约你吃饭，你都说没有空？那是因为我要做爱心便当给阿潘吃啊。哦，安波哟，这么早就当实习太太了，你呀，格格好改哎。哎，你讲嘛改喏？你才比较夸张吧？都考一次侯共好搞发了，这样比较方便啦。每次罗妈说什么我都淌着。好好哦，还是你们好，天天都可以在一起。然后像我啊，小卢要是去打工，我就好无聊。你都不理我了，那有啦。哦，你看这表情，还想骗我啊你？哎，对了，那个钟文良老母嘛该管黑啊。什么嘛该管黑啊？他就是我妈咪朋友的儿子啊，很厉害，台大的。而且我妈就是为了他才把我送到这个补习班，还特别交代他要照顾我，盯着我读英文。只有这样吗？我觉得他对你很特别。一听想读英。哎呦，怎么可能啦？他可是我妈咪钦点监督我的人呢，而且说不定他还要定时回去跟我妈咪报告我的状况，害我完全不是同一国的好吗？太多疑了。走动你心中一幕。哎，我老板想见你，跟我走一趟。你老板？进来。
你就是罗强，终于有机会见到你本人了。你们是谁？我是周大姐，也是林芬的妈咪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在跟林芬交往？是。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哈？听林芬讲过1、2次。那你应该了解林芬的家世和背景。她是我的独生女。像你这么一个只会偷芒果、混黑道，连高中都毕不了业的小混混，你有什么资格追求她？伯母啊，你叫我什么？我跟你很熟吗？老板。哎，叫周大姐。周大姐，不好意思，周大姐，请你听我说明一下啊。那个，我嘞，就是我啊，我不比别人高，但我也不比别人低啊。我喜欢林芬，我也觉得自己是有资格喜欢她的。口气倒是不小啊。但是刚有一张嘴有什么用啊？我问你，你跟林芬在一起，你可以给她什么？快乐。我们在一起很快乐。快乐，哎呀，快乐就可以填饱肚子吗？快乐就可以天长地久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没有钱就没有快乐。眼前只有2条路让你选，说了这个，不要再找林芬了。我知道你家里也很困难，这应该是你当初追求林芬的目的吧？这个钱啊，麻烦你收回去。你之前已经帮过我2次了，我很感激，铭记在心。之后有机会呢，一定报答您。但是也请你了解，我是不可能把林芬跟钱扯在一块的。好感人呐！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我坚决反对，你又能怎么办？伯母的意思我叫我什么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周大姐的意思，我当然尊重啊。可是我也不想就这样放弃，能不能让林芬自己来决定呢？我尊重林芬的选择，而且我也不想伤害她。这种事情总要她自己说了才算数吧。那个，如果你能够说服她跟我分手，我一句话不吭，从此消失她眼前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了哈？还是你没信心？阿全送客。是。走吧。谢谢，周大姐，谢谢。听起来挺有骨气的，可是也够滑头。妈咪，你看我穿这样好不好看？我女儿穿什么都好看。那我去上课了哈。从今天开始哪都不必去了。可是我和妈咪约好要去上英文的啊。我已经安排文良到家里来教你了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变卦啦？不管时间到了，我要出门了。我看学英文不是重点，你是急着想去见那个罗强吧？不必等阿全，你瞒得了我吗？妈咪，你干嘛连人家交朋友都要管啦？如果是普通朋友，我才懒得管呢。可是要追我女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
那是我自由去，你不要插手好不好？不可能。林芬啊，你的未来妈咪都帮你安排好了，你出国读书，找个有钱有教养的男人结婚，然后晋升上流社会。那是你的未来，不是我的。我只想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过快乐的日子。小罗就是那个人啊。林芬，相信妈咪，那个小罗他配不上你啊。我不是你的洋娃娃，我有心有感情，我知道我喜欢的是谁。难怪爸都说你最爱操控人了。是吗？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？阿全，从今天开始，小姐哪儿都不去，以后每天文良会到家里来替小姐补习。还有，如果那个姓罗的小子来找小姐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是。妈，操控人不是吗？妈咪，都你啦！钟文良，请问一下林芬有来上课吗？没有哎。没有。我现在呢要到林芬的家帮她补习英文。什么？小姐，小姐，你先开门。你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，这样不行的。我要绝食抗议，不要再送东西来了啦！小姐。林芬啊，是妈咪。你可以跟妈咪闹情绪，但是你不能不吃东西啊。除非你答应让我出门，让我和小罗交往。林芬，你怎么不听妈咪的话呢？那个姓罗他根本配不上你。不管，我就是只喜欢小罗。就真知道。阿全，赶紧去买几样好吃的零食，临记的绿豆椪，希尔顿的蛋糕，千万记得去西门町多买几颗老天鹅鸭舌头。哪位？你好，我是钟文良，我是来帮林芬补习英文的。请进。好，谢谢。罗强，你不用再按门铃了，快点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周大姐已经下了命令，不会再让小姐跟你碰面。我们没有恩怨，你赶快走吧，不要浪费我力气。我不走。赶他走。是。哎，走。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
你一定会来救我。你下午拿那么大东西砸我，我怎么敢不来啊？我本来还想找更大的，时间太赶了啦。小心！来，这里给你。小姐啊，你吃慢一点好吗？这样很没形象哎。我说你嘛，就当做没看见啊！我已经饿了好多餐了。给你吃啊！不是叫你不要吃那么多、那么急的吗？是的，来，好一点没有？好多了。我嘴还是很馋啊，只是胃不配合了。这是快一点你了。好累哦。来，靠着休息一下。国强，嘿，你在干什么？放开我啊！你不要这样子！放手！放手！阿娟，这个情况不对，快去开车。好。好痛！小姐，林芬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腿好痛哦！对。医生，我女儿情况怎么样？她是急性肠胃炎，而且胃有些溃疡的症状，应该是饿太久，然后又一次吃太多所造成的。那溃疡的情况严重吗？这要做详细的检查，先办住院吧。以后不可以暴饮暴食，这样对身体不好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医生。你把林芬带出去，搞到住院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妈咪啊，你不要怪小罗啦，是我没有节制，大吃特吃的。不要插嘴。妈咪，姑且不问你是怎么把林芬带出去的，人也带出门，回来躺在病床上，这个责任怎么负？
你付得起吗你？都是我不好，周大姐，对不起。谁叫你都不让我出门，不让我出门我就要绝食啊！啊，绝食就肚子饿，肚子饿就吃很多东西嘛。现在只会怪别人，真的很奇怪。妈咪都是为了你好，给你姑姑说点什么呀？周大姐，我对林芬是认真的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知道现在我虽然一无所有，但是我一定会闯出一番事业，不会让林芬吃苦的。妈咪，请你相信我们，不然我一定还会再绝食。你说什么？绝食！林芬，周大姐，你们听我说一下，我。大姐，就这样吗？你答应小姐跟小罗交往？他都要死要活了，表面上我只能顺着他。反正这个姓罗小子马上就要当兵，有的是机会拆散他们。林芬，你看起来好多嘞，心情也不错哦。是啊，不过就是不能吃东西。你的胃溃疡了，你还想吃啊？民以食为天呢，更何况美食就是我生命啊！唉，真有你的。老林芬考4本，要本咁樣發出，氣到最司令捉咗啦。那要硬誇張啦，唔過一差唔到你啦。總共哦，係老林芬，算係暫時同過咁嘅兩關啦。哇，你哋兩曬嘅愛情哦，真嘅轟轟烈烈呢。哎呦，你很見先，你都安尼平平順順咧。伎倆噶，哪會平平天天順順的？根本都好多啊，黏夾夾的。伊都唔知啊，安樣誒，係都唔知要安樣講啊。哎，你講法唔好咁誇張好冇？我支持老怪，我相信你们两个啊，一定比老怪说的还要夸张100倍，对不对？对。佢嘅制度，唔本佢講兩句哦，就要不平了。趙偉，你練考準備到樣辦咧？哎呀，馬馬虎虎啦，咪所以考就意思半咁啊隻狗體。嚟阿鵬，已經同美女講好咧。這段時間暫時冇見面，聽講一開始佢都會閉關重生。係啊，佢你看見老美女啊，兩個大眼睛，殺過嚟殺過去，來拖佢落樹啊！敢有比較安呢？我支持阿潘的決定，為咗考到醫學院，也得犧牲，係應該嘅。看來我哋貓王3人組。可以講下了，要等到聯考之後咯。阿凡啊，先祝福你哦，考到台大醫學院啦，好啊。你哦，我要考一個調查會超好嘅啦。哈哈哈哈！係胸無大志，迄真認做嚟調查咩？超拉咧。好啊，等聯考之後，我哋貓王3人組，讓厚厚創意。閃壓，好唔好？好啊！想到俺多年做唔得老唔見面，心肝都小真艱苦。美女啊，感謝你熱餐的挺皮定啊，我真嘅哦。真歡喜，不過為咗你共同嘅未來，嚟聽從我考到第一經驗，
会用种做得批的戏，伊咧按好去洗妹。我相信一定做得到，唔做医生上的样诶，一定动将。遇到你的理想，我都愿意配合，愿意忍耐。我相信一定靠得到医学院嘅。周大姐，你好。文良来了。林芬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你怎么来了？学校没课，所以特地呢去买了这个日本的苹果。肠胃炎呢，吃这个苹果采护会更加严重。还是文良懂事啊。对了，听说中国大前几天感冒，现在好点了吧？哦，谢谢周大姐。我爷爷呢只是小感冒而已。那就好。妈咪啊，我好想吃苹果。就知道吃。好，我来削。谢谢啊。周大姐，我来。你哋懂嘅，啲一幕贏球風暴嘅，可能言必無人參加，超閒一滾事。我大做送踢報紙，超即隻向阿盤落乖，出嚟向下看風暴。哎，那个风暴呢？来哦，特别写了一份报纸啊，你就这样来看哦，拖到太严太好啊。哎，急面无用，最尾只考出来，挨手啲结果咧。哎呦，你又按啰嗦啦看一下嘛，没听说过有奇迹啊！你家还有阿盘呢，阿盘，看一下呢。阿盘过来啊！过来啊！哎，有嘞，潘世豪，中兴大学农艺系，阿盘啊，你考到国立的呢。你是不是想追求林芬？是，不过他身边好像有个小罗哎。那姓罗小子算什么？不是参来的，咩唔是过来请来了。打一个电话就想偷偷一个人走啊？哎呦，我一定会天天想你的嘛。像你。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幸福，从你们身上我学到快乐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个角落，有人默默为我加油，关心着我。假使会晓就从来踏查，做出条希望会晓就会时代喊起期待，千年的快乐，会晓就幸福的童年，会晓就强悍的路。就算连一刻的想法觉知，有一片天空，有难同当，会呀呀爱有福同享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你们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来的日子会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别忘